乡亲继续来看这个美国的国会，真有可能会来通过新经济刺激的方案，所以鼓舞着亚洲的股汇市来飙悬。新台币的汇率昨嘛连5升，来攻破着有杨金龙风线之称的29块的关卡，收离的28块9，是9年来的新高。刷落来嘛，真有可能会来攻破着28块半的平淮南风线。分析师来预估。 美金会继续来博，台票也会继续来强势。咱的乡亲老做外币的投资真有利。现金愈算愈欢喜，因为最近台票真好价，虽然讲暂时我都换钱出国去佚佗，也毋过想要投资外国钱，即嘛是好时机。 台币的话，中长线还是得面临长期看到28字头的一个可能性。这时候的话，台币已经来到9年来的一个高价哦，你可以适度的把台币一些资产转移到外币资产去。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新经济刺激方案，鼓励亚洲股市、汇市拢升悬，新台币汇率。 伫昨嘛连5升，收伫28.96，是9年来新高点。央行总裁杨金龙设的29块的风线公布，央行前总裁平淮南的28块半的风线嘛真危险。有电子业者咧话艰苦，因为新台币汇率一直是出口厂商心内上界疼的代志。 国内有一些电子代工厂其实它本来毛利就不高了那如果说这个台币一直升值的话，会侵蚀它的获利那所以它会有所谓的做白工的这样的感觉。不过央行若是强力的出手，可能引起美国财政部的注意，上较严重有可能被认定是汇率操纵国，面临着制裁危机。在台美关系愈来愈好的同时，央行即马要更加谨慎去应对。